香港先生嘅時候我20歲，而家我已經41歲啦，20年啦，咁我而家都算覺得 OK 啦。今日帶大家睇下我新發現嘅秘密武器，留啲鬚嘅，頭先俾我嘅攝影師話，咁啊唔記得剃鬚，仲喺度講話點樣去保養。咁其實我自己咁多年咧喺飲食上啊、皮膚上啊都有做下啲保養嘅。我有一樣冇做嘅，就係堅持咁多年係冇標，因為我覺得咧唔完美咧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我發覺我生完唔係我生，即係。我而家做咗爸爸之後咧，咁好多人咧都話：，新聞女王2嘅邵律師好似真係幾都唔少喎。即係趁有翻啲時間咧，呢2個月我就 keep 翻㗎啦。咁我發覺有一樣嘢咧，近排先識到呢個人，同埋呢個技術咧係全香港唯一。你可以睇相片嘅，呢個我做過第1次，呢個我做過第2次，總共其實要做10次先有效果。咁啊，今日帶大家去體驗下啦，學下嘢啦。通常秘密武器咧就喺隱蔽嘅地方，我哋呢個量子技術。同時幫下清埋鈣化，1樓 Go， 其實有啲搭嘅。嗱，我嘅秘密武器咧就係 Canvas 啦。哇，原來咧我自己第一次去揾你啦，我真係都以為係好似以前同環技術啊，或者可能清嗰啲拍骨啊，但係其實係唔一樣嘢嘅喎。有啲分別嘅，係咯，點解咧？坊間一般咧，佢哋做呢啲咧都係徒手做嘅。咁徒手做咧唔係唔好，都有用嘅。咁做完都好明顯有改善，可能個持久性咧就未必咁穩定到可以持久得耐。我哋會採用咗一啲新嘅儀器、新嘅技術啦，尤其是量子嘅技術啦。咁佢可以清咗啲鈣化。因為其實我自己不嬲個頸係好緊嘅，即係好多年都喺度。同埋好粗。係啊，我自己都冇懷疑。我諗通常可能係都係個坐姿唔好啊，或者可能係而家成日耷低頭洗手。其實佢年紀大，你會睇到佢哋嘅腮骨可能越嚟越大，或者顴骨越嚟越大，或者甚至乎出現鴛鴦面啊、大細面啊、高低眼嘅情況。所以嗰啲人咧叫做發腮。唔係發腮喺呢度腮。咁顴骨咧其實就係鈣化，就係顴骨。其實係叫發拳。我自己咧就瞓覺好差嘅，喺度瞓之餘咧，仲會個頸同埋個身又扭，然之後隻腳又唔中意翹啦。其實我會建議揀啱嘅枕頭，可以真係承受到你嘅頸，咁其實就可以嘅啦。最好嘅一個瞓覺嘅姿勢係咩咧？咁我會建議攤平瞓啦。攤平瞓係啦，清一清即係身體嘅垃圾，再令可能個樣貌係靚咗 balance 翻。通常要做幾多次㗎？其實基本上你預10次嘅療程都要。同埋即係我發現，即係除咗你哋用量子技術，你仲會即係用下啲手法啊，再去調整翻啊。咁其實我覺得係真係幾好，因為你健康之餘，之後個樣又靚咗，咁啊人都會開心咗。唔同年紀甚至小朋友都可以做。可以。點解咧？其實我哋冇入侵啊，冇藥物啊，冇開刀嘅。我哋所有做嘅嘢咧，都係天然令到身體攞到一個信息，點樣可以令到佢修復到。如果身體真係唔識修復，我哋就有啲儀器可以幫助佢更快去做到一個修復好嘅效果咯。好啊 ，thank you。唔客氣。今日咧喺尖沙咀同大家分享咗我嘅秘密武器，我自己咧做咗4次㗎啦。大家唔知期唔期待我嘅變化咧？記得喺我視頻關注一下，同埋評論下。